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以以冲突聊一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相轰炸。昨天这个伊朗的媒体播出一个预告，说今晚将有令世界铭记数百年的重大惊喜。他这个预告下面还配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男子在手搓这个核弹头。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昨天很多人都在推测，是不是伊朗要动用这个核武器了，核弹。结果今天早上一醒来太阳照常升起大家该干嘛还得干嘛。这个世界没有毁灭也没有什么要让人类牢记几百年的这个大事件发生。这个神棍政权又给全世界开了个玩笑，吹了个大牛当然了，后面有人辟谣说这个不是伊朗这个电视台发的。该消息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北京时间6月17日23点44分说此时正好是伊朗的17日晚上19时14分左右。说该消息由一个跟踪德黑兰动态的账号发布，且账号简介明确表明不隶属于任何政府实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媒体发的。当然了，这些消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让关注中东局势的人捏了一把汗总之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虚惊一场。这个伊朗可以说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不过巧合的是大约5-6个小时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日凌晨发布声明，在真实承诺3第11阶段行动中，革命卫队使用了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声明称，法塔赫导弹威力巨大，机动灵活，向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地区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并且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9日凌晨宣布对以色列开展真实承诺3的第13轮行动，使用射程达2000公里的尼什地对地弹道导弹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这个革命卫队方面18日晚上就宣称，真实承诺3的第12阶段行动就是以2枚尼什这个弹道导弹打头阵。这个尼什导弹是伊朗最先进的导弹之一，具备多弹头能力、低雷达信号和高机动性，就是带有一定的隐身能力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自己的看家这个宝贝法宝都寄出来了。部分报道称，该导弹轨迹特征与高超音速武器相似，可能为伊朗首次实战测试此类技术。所以说来说去那个自媒体颁布的什么要给人类一个惊喜，对吧？几百年都要记住这个事情，恐怕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放2枚尼什这个弹道导弹，这个牛吹大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话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这个伊朗无条件投降。话音刚落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6月18号，他向这个伊朗全国发表讲话，说伊朗绝不会对领土上遭受的任何袭击视而不见，伊朗不会投降。他说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说以方犯下严重错误将会受到惩罚。这个哈梅内伊还说了解伊朗民族及其历史的永远不会用威胁性的语言对伊朗讲话。他还说美国人应该知道，任何美国军事干预无疑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大家看视频اشتباه بزرگی کرده، یک جنایت بزرگی رو مرتکب شده و باید مجازات بشه و داره مجازات میشه. همین حالا داره مجازات میشه. مجازاتی که ملت ایران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رای این دشمن خبیث， 也就是这个哈梅内伊对特朗普针锋相对，这个也把特朗普气坏了一个要求他无条件投降，一个说绝不投降。如果美国要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的话，那么伊朗要报复美国，美国要承受不可估量的损失。话音未落以色列空军就对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和其他地区发动了一轮新的轰炸。这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6月18日下午，这个哈梅内伊的全国电视讲话刚结束，
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再次遭受以色列大规模的空袭。有报道称啊，伊朗国防部和警察总局等机构受到袭击。以色列媒体说啊，以军空袭了哈梅内伊的地下藏身之所。有伊朗网友啊擅传视频显示，德黑兰街头空荡荡。这位网友说啊，德黑兰已成鬼城。这个网上的视频非常多啊，大家可以自己找着去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啊，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发动3轮大规模的空袭。当天下午至晚间，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传出巨大爆炸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啊，连续6天空袭伊朗，已摧毁其40%的弹道导弹发射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18日宣布啊，空军已连续6天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展开精准打击，摧毁约40%的弹道导弹发射器，有效削弱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能力。当天上午，以军出动约25架战斗机，空袭伊朗西部40余个军事目标，包括瞄准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导弹存储设施以及地面部队阵地。当日晚间，以军再度出动60架战机，打击目标延伸至导弹及防空系统的生产基地、浓缩铀设施、离心机工厂以及核武研发相关单位。以色列军方指出啊，在过去6天的空袭行动中，大量导弹发射器被摧毁，迫使伊朗将部分关键武器设备东移，以避开打击。尽管以色列空袭造成显著破坏，伊朗仍部分保存导弹库存，持续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攻击。以军强调，任何导弹发射迹象一经侦测，将立即实施反击，确保以色列本土安全。由于以色列空军的持续打击啊，摧毁了伊朗大部分的这个导弹发射系统。所以导致啊，抵达以色列的伊朗的导弹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空中优势啊，让以色列可以在发射前摧毁导弹。以色列控制了伊朗领空之后啊，伊朗每天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数量减少，因为以色列人呢，能够在导弹离开地面之前就摧毁其发射器并拦截导弹。也就是伊朗啊，对以色列现在是无可奈何。以色列鞭长莫及，因为它这个导弹这个能够打到以色列的是越来越少，每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它那个发射器发射架啊就被以色列锁定，一次性啊就报废了。这个以色列的第9频道啊，在这个它的电报频道上啊说啊，6月18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地堡所在地德黑兰地区。该频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空军正在轰炸德黑兰一个地区，那里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掩体。也就是以色列空军啊锁定哈梅内伊的藏身的这个地下掩体所在地。看样子哈梅内伊啊也是命不久矣啊。不过有传闻啊说，哈梅内伊已将其权力委托给革命卫队最高委员会，这意味着军方有权自行做出决定，无需征求其意见。也就是哈梅内伊啊，也就是做好后事安排啊，随时也可能这个去见真主啊，随时也可能上天堂啊，什么享受什么72个处女啊。同样是6月18号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他对媒体说啊，他说伊朗想要谈判。也就是他说，伊朗通过第三方啊，已经找到了美国，甚至说伊朗想要访问白宫求和，但是伊朗方面啊已经否认了。特朗普说啊，伊朗想要谈判，但为什么不在2周之前？对于记者说啊，是否为时已晚？特朗普表示没有什么为时已晚，但随后又称啊，现在太迟了。特朗普还称伊朗为校园恶霸，称其40年来一直心怀不轨，目前尚不明确美国是否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个特朗普说啊，伊朗麻烦大了，未来1周啊很关键，或许用不了1周。但这个有媒体记者说，伊朗领导人呢绝不投降的言论，这个特朗普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啊，特朗普说啊，祝他好运。大家看视频啊。I mean, you don't know that I'm going to even do it. You don't know.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I mean, nobody knows what I'm going to do. I can tell you this, that Iran's got a lot of trouble, and they want to negotiate. And I said, why didn't you negotiate with me before? All this death and destruction. Why didn't you negotiate? I said to the people, why didn't you negotiate with me 2 weeks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fine. You would have had a country.
Do you think it's too late to now? Really, nothing's too late. The only thing too late is Powell. Powell's too late. Too late, Powell. Have the Iranians reached out to you, Mr. President? What? Have the Iranians reached out to you? Yes. And what did you say? I said it's very late. You know? I said it's very late to be talking. Mr. President, We may meet. It's. I don't know.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now and a week ago, right? Big difference. Look, nothing's finished until it's finished. You know, war is very complex.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happen. A lot of turns are made. So I don't know. I wouldn't say that we won anything yet. I would say that we sure as hell made a lot of progress, and we'll see. The next week is going to be very big. Maybe less than a week. Mr. President, what do you say to the Supreme Leader of Iran who said that they will not surrender? Say good luck. And what is the end game? Say it. I know the patience went out. It's already run out. That's why we're doing what we're doing. 特朗普还说啊，没有人知道他想干什么。那当然了，特朗普这个一天三变的，你要说他向东啊，你要猜中了他向东，非要改成向西；你要猜中了他向西，他非要改成向南，对吧？你想猜他的没戏。根据这个英国《卫报》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无视了该国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伊朗并未建造核武器的情报，而选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一致。今年3月25日，伊朗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明确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情报界继续评估认为伊朗没有研制核武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没有批准他在2003年终止的核武器计划。这个事后特朗普与媒体记者说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作为这个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选他在这个国会已经说了，伊朗人没有搞核武器的计划。这个特朗普说我不在乎他说了什么，我认为伊朗已经非常接近拥有核武器了。彭博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华盛顿正准备与德黑兰直接交锋。报道称，美国可能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首次打击。这个彭博社知情人士还表示局势正在演变，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涉及私下会谈内容，他们要求匿名。一些知情人士指出可能在本周末进行一次袭击。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些联邦机构的高层领导也已开始为袭击做准备。据《华尔街日报》6月18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特朗普18日晚间告诉高级助手，他批准了针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但暂时不采取行动，以观察德黑兰是否会放弃其核计划。也就是特朗普都已经批准了美军的行动，只是暂时先不要攻击，还给伊朗这个2天的时间继续观察。同时这个有海外知情人士透露美军食堂开始供应牛排和龙虾。一般食堂供应这2种餐食，按美军惯例来看，或许是出征的征兆，因为美军士兵餐费需要自费，每月餐费大约460美元，这笔钱在士兵津贴中扣除。所以美军内部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如果那一天食堂连续开始供应特别高档豪华的餐食，那就说明要上战场了。好比咱们这个古代的这个叫什么断头饭，或者叫断头酒或者叫战前总动员，大家吃顿好的，这个炊事班也改善一下伙食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美国恐怕要下场。当然了，也有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名顾问表示特朗普最近在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即如果美国加入以色列战局，并向伊朗投放大量掩体炸弹，就那个岩石炸弹，就是钻地弹这些炸弹能否摧毁伊朗戒备森严的核设施？一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专门询问他的军事顾问，巨型钻地弹就是 MOP 是否能摧毁伊朗的3个关键核设施之一，就是福尔多那个浓缩铀工厂。根据报道特朗普对发起攻击成功确定性的怀疑，是他权衡是否发动袭击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特朗普希望一击必中。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希望确保此类袭击确有必要，能够真正的实现摧毁伊朗核计划的目标，且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长期战争。据这位官员称国防部官员告诉特朗普，他们有信心攻击会成功，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完全相信。
也就是特朗普啊对美军的能不能摧毁这个伊朗在地下90米这个叫福尔多浓缩铀工厂表示怀疑。美国这个国防部已经开会确定说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唯一选择是从 B2 隐形轰炸机上投下钻地炸弹，而目前这种武器只有美国有。所以又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有可能租借给以色列 B2 隐形轰炸机，并出售4枚掩体炸弹，也就是那个钻地弹，用来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所有任务均由以色列完成，美国并不参战。也就是美国人把这个钻地弹卖给这个以色列4枚，然后再给以色列租借2架 B2 隐形轰炸机，让以色列人自己去炸。但这也是媒体报道路透社消息说，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本周三表示俄罗斯告诫美国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称此举将从根本上破坏中东地区稳定。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警告称，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可能引发核灾难。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发表了这个声明警告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而且想都不要想这件事。那现在特朗普麻烦就来了他对媒体放风他要去打击这个伊朗。但是现在普京已经下达指示美国不准援助以色列，更不能参战。这一下特朗普就左右为难我们再看看这个朝鲜朝鲜强烈谴责以色列是毒瘤，是给中东带来新战争的侵略者，并斥责以色列公然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践踏主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反人类罪行。看样子绍伊古这次紧急奉这个普京之命到朝鲜访问呢，恐怕不是为那么5000个泥瓦匠那么简单。请出朝鲜恐怕是想让这个局势进一步复杂。你看朝鲜马上就干活先开始骂这个以色列。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国内这个是央视报道当地时间6月18日晚，伊朗信息和通讯部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利用伊朗通讯网络用于军事目的，为了防止敌人威胁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伊朗信息和通讯部已决定对用户访问伊朗境内互联网实施临时管制，这个就是俗称的断网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完全关闭伊朗全国的互联网，但是它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是为了保护伊朗人民免受这个网络这个侵害，防止以色列利用伊朗的网络用于军事目的。然后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内的多个伊朗电视频道遭到黑客攻击，播放鼓励人们走上街头反抗伊朗神权的视频画面。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6月18日播放了一段呼吁人民抗议的视频，该视频随后被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视频指责伊朗当局辜负了本国人民，并呼吁观众们掌控自己的未来。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回应说这些不相关的信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发动了网络攻击，扰乱了卫星传输信号。无论是以色列这个黑客的入侵，或者是叫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朗网络的入侵，还是这个伊朗主动的断网，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以色列，而是发生在这个伊朗？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种现代混合战争，叫认知战，对吧？不仅在战场上这个真刀真枪，不仅用这个导弹飞机去轰炸，而且从网络上，对吧，也要去舆论战、认知战。那为什么伊朗不对以色列开展这种斗争呢？为什么伊朗不去呼吁号召以色列人推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政权，号召以色列人走上街头？就这个是大家要关心的。为什么一打仗，伊朗就把自己网给断掉了？他害怕什么呢？他真的是害怕以色列利用伊朗的网络吗？那以色列怎么不害怕伊朗利用他们的网络呢？以色列也把自己的网给断掉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伊朗这个神棍政权有太多的谎言需要掩盖。这个时候如果他继续网络畅通，继续，对吧，这个电视台由这些黑客控制，那么多少谎言就会大白如天下，而这些恰恰是不能让伊朗老百姓知道的，对吧？伊朗老百姓一旦接触到这些信息，立马神棍政权就要面临崩盘。
而以色列呢，他不需要这些担心，因为以色列的媒体啊，他天天就在宣传，对吧？在报道以色列的这些乱象，对吧？以色列政府，对吧？内塔尼亚胡贪污腐败，那以色列的媒体早就给他报道出来了，所以人家不担心啊。这就是为什么一打仗啊，这俄罗斯他也要对网络进行限制，对吧？某些国家，比如印度，它更得限制。其实道理都一样啊，就是害怕老百姓知道了真相。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啊，平时看到的信息都是别人投喂的，都是别人让你知道的，希望你知道的。很多不希望你知道的信息已经被过滤掉了，审查掉了，对吧？那些言论呢？所以说一打仗，紧急情况断网是最合适的。第二个啊，断网它并不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啊利用它的网络，相反，断网是为了防止伊朗人民利用网络互相联系串联。一旦有对神权不好的这些消息、不利的这些信息，对吧？在网上这就传播非常快，给它断网了，它就传不了了。以色列这个伊朗的人民啊，也不可能利用网络啊串联，然后走上街头啊，做那些对神权、对那教士集团呢不利的事情，对吧？一旦伊朗人民啊要走上街头，那他们肯定要通过网络联系啊，要不怎么联系啊？所以说啊，断网啊，它不是针对以色列，恰恰是神棍政权对伊朗人民啊，防止伊朗人民、防范伊朗人民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些国家啊，一旦面对这个外面的强敌的时候啊，他首先考虑的是内部稳定，因为只有这些国家它才有这问题，以色列它就没这问题，所以他不用担心啊。就像乌克兰一样，这乌克兰它不搞这个舆论封锁，但是俄罗斯它需要，这就是区别。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啊，大家看视频。这个是以军往加沙的哈马斯地道浇筑混凝土。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2023年这个10月7号，哈马斯发动了这个恐怖袭击啊。我记得我当时做了个节目就说了，对吧？这以色列要请河南人去啊，往那个哈马斯挖的地道里面去灌这个混凝土，成本低，见效快，对吧？你就探测那洞口在哪儿，然后这个混凝土那个搅拌车开过去，就往里灌混凝土就完了。结果你看看，现在以色列还真这么干，只是不知道啊，这以色列请的是谁干的，哪个施工队，对吧？要是请的是河南人，那成本很低啊。当然了，这个是题外话啊。总之，咱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和伊朗这个问题上，断网就是心虚。所以我说啊，伊朗的神棍政权，他的敌人呢，未必是以色列，也不一定是美国，对吧？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波斯人民啊。当然了，对吧？这个以色列的轰炸，特朗普的施压，给波斯人民啊一个契机，那就看波斯人民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切除掉这个寄生在波斯人民身上的这个毒瘤。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